镜头转来到国内，宜兰罗东的公众国小昨小接传出有20个学生吐骨头，送去病院，加在是无性命危险。卫生局初步确认，这个学生食的物件无同，专案排除食物中毒，怀疑是传染病烧话。 摕漂白水伫咧体育馆内面喷，因为宜兰罗东的公正国小，传讲有20个学生发生腹肚痛、闹甲吐的症状，有几个送病急救，好在拢无性命危险。就是都好了。还有拉肚子吗？拉肚子没有。没有了，比较好一点。好，那昨天这样子会不会担心是食物的问题？ 学生顺利了拢转去学校活动，讲身体拢已经好啊，也毋过也是担心落屎吐甲食物有关系。即马有传讲，学生敢若是啉到家长提供的珍珠奶茶，才身体无爽快。也毋过学校调查发病的学生，大部分拢是武术队加电竞队，普通班学生只敢若一个。虽然有最近活动，也毋过无最近正啉，只敢若5个有啉珍珠奶茶。那初步我们根据医生的一个诊断证明，目前大概是倾向是以 传染性的胃肠炎，目前是诊断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。因为我们家长会持续都有做这个午餐督导，因为就是要避免这个有食安事件，毕竟公正大学校学生人数很多，有状况对家长对孩童都不好。 公正国小伫以前就捌发生过营养午餐学生食物中毒的案件，家长会对饮食的安全正重视，定定去学校督导午餐的品质。这边有学生闹骨头，初步排除跟食安有关系。根据发病的时间、发病的分布的状况，因为我们也没有看到班级有大规模的爆发，以及他们生活习惯呢，我们推测应该是一个接触性传染性疾病 为主的一个群聚感染。关卫生局讲，身体无爽快的学生，伫咧接受及时的医疗照顾了，拢是轻症，拢已经互家长带转去做休困。因为无共同食啉，佮加上无大规模发病，这么是朝向接触性传染疾病群组感染的方向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